醫生話唔可以去懷孕，甚至乎懷咗孕之後經歷過小產，醫生話不如流產咯。我話唔可以，我好相信係天父俾我個 BB， 咁好感恩一班醫護人員、教會啦、家人承托住我 BB 就係咁樣面世啦。BB 出世嘅時候雖然係開刀嘅，但係自己係好開心，唔覺得痛噶。我會覺得就話人生真係可以好多好靚嘅畫面。如果覺得係辛苦，就將呢個圖畫挪開嘅時候，我覺得嘥咗啲人生嘅點滴。所以當我女成長嘅時候咧，我就同個女去如實地面對媽媽係用假手假腳嘅。我要俾個女知道媽咪可以用假手嚟織冷衫俾佢，所以我女女嘅頸巾啦、帽啦、披肩啦、鞋啦，我可以織埋冷鞋嘅。甚至乎當時候我個妹啦，佢係生咗有仔啦有女啦，我要俾我個女知道媽咪啦就湊表哥，想俾佢知道啦佢有個哥哥觀念。一方面係想幫自己個妹啦，佢係做老師佢好忙嘅，另外一方面就係唔想自己嘅兒生淨係俾工人嚟到湊，我俾佢知道媽咪雖然係咁辛苦，但係啦都係咁樣盡我所能表達嘅母愛，俾我女學習，唔係用把口嚟到去講關心愛你，係真真正正要付出。自細同佢講共融嘅愛，佢唔知，媽咪行出嚟。